2025年眨眼又去到尾聲，海味業界究竟有啲乜嘢貨品價錢係有明顯嘅波動？第一就係日本北海道乾瑤柱，由於2025年日本經歷咗比較炎熱嘅夏天，所以影響到好多海產嘅收成，其中乾瑤柱嘅收成可以話係重創。今年新貨年尾，幾批運嚟香港嘅乾瑤柱呢都只係有比較細粒嘅 S 碼貝同埋 SA 收，中碼同大碼都欠奉，所以整體乾瑤柱價錢呢比1年前貴咗差唔多300蚊一斤。你冇聽錯，係貴咗300蚊一斤。而家仲有大概幾十日嘅時間先去到農曆新年，但聽聞今年嘅收成都嚟得8899啦，所以話價錢應該仲有得再貴少少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幾個月買乾瑤柱嘅話，早啲入手一定唔會後悔。第二樣嘢，同樣受到日本熱浪影響嘅就係蠔豉啦。日本蠔其中一個重要嘅產區就廣島，當地養蠔同樣受到天氣影響。由於夏天炎熱嘅關係，令到今年廣島蠔都失收。加大碼以上嘅蠔豉呢都係買少見少㗎，價錢都貴咗幾十蚊一斤。大家如果想揾啲平嘅代替品嘅，可以試下韓國蠔豉或者大陸蠔豉啦。咁當然1分錢1分貨啦。第三樣價錢都係上漲，就係美國羅頭啦。美國羅頭呢都有分晒乾一塊塊呢一款，同埋有啲一盒盒急凍完整㗎。美國羅頭同樣因為今年收成啲麻麻地，所以縱使大環境市場唔係好好，全線羅頭呢都係貴咗㗎，大概比起上年都係貴咗差唔多100蚊一斤左右。始終野生羅頭嘢產量呢就真係冇咁穩定，有陣時捉唔到就真係捉唔到。好彩羅頭都有好多其他產區嘅代替品，例如南美洲、非洲等等。大家如果想食得平啲嘅，都仲有好多選擇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呢3樣2025年升價嘅海味商品先，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訂閱、留言同埋分享啦。